喺亞美尼亞有個好荒謬嘅現象，女人讀書多過男人，成績好過男人，喺大學入面60%都係女仔，但係高薪崗位係男人嘅，升職機會係男人嘅，決策位又係男人坐嘅。女性讀最多嘅書，反而揾最少嘅錢，教育成就最高，但好難揾到好工。亞美尼亞嘅女仔60%入到大學讀書比男仔仲勁，但一旦入到職場，現實即刻俾佢哋一巴。高薪行業係男人主導，技術崗位係男人升得快，同一份工，女性嘅時薪只係男性嘅70%。佢哋明明讀書最勁，結果卻最唔受重視。問題唔係女性冇能力，而係制度夾硬將佢哋拱返回屋企，育兒、照顧老人、家務全部落喺佢哋身上。好多高薪嘅崗位睇嘅唔係能力，而係性別。STEM 係開放咗，但招聘到最後名單上又係只剩返男人。依家嘅亞美尼亞表面睇好似女性參政有進步，議會入面有1/3係女性，但一眼望上去，部長、副部長、州長、關鍵決定權嘅位置幾乎全部都係男人。配額話係提高咗女性嘅人數，但冇提高咗女性嘅權力。雖然阻力大到離譜，但亞美尼亞嘅女性冇放棄，佢哋入大學、入 STEM 做創業訓練，參與修法，加入政策委員會，接受領導力嘅培訓，推動性別改革。雖然前進2步會退1步，但至少真係向前咗1步。呢啲改變唔係天跌落嚟嘅奇蹟，而係女人用血汗去爭去搏出嚟嘅。教育本來係開路嘅鎖匙，而係亞美尼亞係女性用教育一啲一啲撬開咗父權制度嘅裂縫，俾光照入去。如果你都關心全球女性嘅真實處境，記得 like 同訂閱。想支持我更多內容，記得睇下我簡介入面嘅鏈接。